一组动作帮你入门。一组动作帮你入门。来，一起练。简单的动作在街头防身中也能一招制。重锤，拍脚，撑脚，一组动作帮你入门。来。所谓硬巧不强拿，小打不分家。呀！当你被别人实现威胁，首先不要试图抢夺武器，也不要试图直接反击，更不要试图转身逃跑。当然，应对方法有很多。今天我示范一种落反手撑脚。首先，落反手侧闪，然后收根斜撑脚，再迅速撤离。